2022年，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，呢一間公司屬政府全資擁有，目標係透過策略性投資推動產業發展，幫香港經濟穩突破口。而家港投手上嘅資金規模高達620億港元，全部都係公帑，620億實際上去咗邊？政府就只係話已經投資咗超過130個項目，但究竟具體細節係乜嘢？投資咗邊啲企業？企業嘅完整名單有冇涉及國有背景？每次外界追問，官方都係表示商業敏感，唔方便公開。連建制派議員都曾經就港投嘅透明度同問責機制提出疑問，反映問題已經唔係政治立場之爭，而係制度設計本身。而政府除咗一再重申商業敏感之外，並冇再多作解釋。市民對公共資金嘅去向係咪仲有最基本嘅知情權同監察權呢？同一時間，香港仲有超過130億嘅國家安全開支，同樣係公帑，同樣唔需要公開具體分配細節，外界亦都好難知道實際用咗去邊。一邊係港投，一邊係國安，表面用途唔同，但係制度安排上卻好相似。喺咁嘅制度框架之下，呢啲公帑究竟仲係咪真係為香港而用，定係名義上留喺香港，實際南水北調？